老大，想什么呢？皇祖母，皇上对这李氏兄妹是越来越好了，居然让礼部尚书以朝廷的名义在永福寺在他们的王母继承进行追祭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哎呀，山雨欲来风满楼啊！皇上这是有所动作了。难道皇上是要将这李易欢纳入后宫了？那倒不是。皇上如此笼络李建清，是想李建清和索额图一同协助他整顿吏治。皇上这次微服私访之后，心境大变，言行激进的，哀家是担心他掌握不了分寸，动摇了朝纲啊。吴公子一路辛苦了。永历帝的遗物已经顺利押运到京，我们兄妹二人也该告辞了。待明天面圣交旨之后，我也要返回云南滇都了。反正二位也是四海为家，不知可否随我一起到云南滇都一游呢？多谢吴公子盛情相邀。这样吧，容我们兄妹二人多考虑几日，再做答复。也好，那我等你们的消息。吴公子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等一下，倩影姑娘，这驿站附近有一个镜湖，今晚可否在那儿一见？我有一件礼物要给你，也算是留个纪念。多谢叶兄。走吧。二公子，你果真要带着二人去云南？怎么？有何不妥吗？这叶氏兄妹可是来路不明的江湖人士。父王不是跟我说过了吗？要多多结交这些江湖能人。可是卑职觉得这兄妹二人另有图谋。这一路走来，若他们真有什么图谋，那早就暴露无遗了。行了，你不用说了，我自有分寸。启禀皇上，微臣已将永历帝的遗物顺利押送进京，现来面圣交旨。凭什么？谢皇上。二公子，山西一别，别来无恙啊！微臣眼拙，在山西居然没有识出龙颜，微臣罪该万死。二公子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是。朕在山西的时候，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微服私访，你认不出朕，又何罪之有啊？微臣无能，一路上遭遇了2次劫案，不仅臣父准备的贡品被劫匪劫走，还连累山西总兵舒大人以身殉职，微臣罪该万死。这山西劫案一事，朕已查明，是鳌拜的余党刘德昭所为，与你毫无关系。你一路护送永历帝的遗物进京，甚是辛苦。你和平西王对大清那是忠心耿耿，朕得好好的赏你。谢皇上恩典。起来说话吧。是。朕还有一事要交办于你。但凭皇上吩咐，微臣定当竭尽全力。
这单子上面的药材都是云南独有，有劳你回了云南之后尽快制办，用快马送至京城。回皇上，这单子上的药材确实是云南独有，不过有一些是现成的，有一些却需要花点时间去制办。那就尽快抓紧时间置办吧。是。你进京之后，可曾见过你大哥？回皇上，臣乃外臣，未得圣旨，不敢擅见额驸。二公子办事谨细，很好。不过也不必这么拘泥于小节。太皇太后听闻你进宫了，甚是欢喜，特意召了建宁公主和额驸进宫。你这就随朕去觐见太皇太后，顺便见一见你大哥，也可以叙叙人伦之情。谢皇上恩典。二公子啊，果然长得是一表人才呀，请起吧。谢太皇太后。额驸啊，在。依哀家看，你这弟弟可是比你俊雅几分呢。啊，太皇太后有所不知，臣弟不仅长得比臣俊，才华也在臣之上。以前在王府里，臣父总是批评臣什么都不如弟弟。俗话说，皇帝爱长子，百姓爱幺儿。这做父母的偏疼小的也是有的。在哀家看来，你们兄弟俩各有千秋啊，都不错，真是虎父无犬子啊！谢太皇太后美誉。不知二公子可有婚配？启禀太皇太后，臣父已给微臣在滇都定下了一门亲事。哦啊，哀家还想将一个格格许配给你，不想你已经定亲了。哎，这样也好，免得你父王埋怨哀家，将两个儿子都招了女婿留到京城，让他在身边都没有一个继续孝敬的人了。多谢太皇太后垂爱，是微臣无福，微臣一家都特别感恩朝廷的关怀。请坐吧。谢太皇太后。哎，哀家虽然老了，但是并不糊涂。哀家知道平西王对大清是忠心耿耿啊，所以你一到京，哀家就想召你来见见。太皇太后和朕呢，还特意为平西王准备了一份厚礼。来人，将礼物拿上来。额驸，二公子，你们二位可以先将礼物打开看看。臣遵旨。太皇太后和皇上明鉴，这些奏折都是对微臣父王的构陷。太皇太后和朕之所以要把这些折子送给平西王，就是为了告诉他，这朝野之上啊，有许多大臣都弹劾他，弹劾他心怀不轨，有谋反之心。但是朕和太皇太后的心里啊，都是绝对的相信他的。多谢太皇太后和皇上的信任，微臣定当誓死效忠大清。好了，都是自家人，何必这么生分？起来吧。建宁，还不赶紧把额驸扶起来！来，起来吧，二公子。你回到云南后，代哀家问候你父王好。另外，哀家给你母亲侧王妃准备了一点心意，顺便带回去。微臣代母亲多谢太皇太后恩典。啊，额驸，二公子，你们兄弟难得一见，大可不必在哀家这里立规矩了，还是到额驸府去续亲吧。
啊，简宁，你留下来陪哀家说说话。微臣告退。皇额娘，唉，当初先帝要把你嫁给吴应熊，哀家本来是不同意，但是谁叫你是爱新觉罗氏的子孙呢？建宁明白，建宁定会好好侍奉夫君，替皇额娘分忧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脚上又犯了，开始疼了？没有。那你怎么突然之间心事重重？心里想什么呢？我是刚才见了建宁公主，她本来是长公主，何等尊贵啊！可是，在13岁的时候，不得已嫁给了吴应熊。你看，她在太皇太后面前都变得小心翼翼、谨言慎行的，可见这些年来，她一定过得很辛苦、很煎熬。这有什么？身为皇家子弟，又有哪个人过得不辛苦呢？你想想这，也是13虚岁就已经大婚了，这些年在宫里，哪一天不是谨言慎行的？直到遇见了你，朕的日子才变得有趣了一些。龙小弟，其实我有点害怕。害怕？怕什么？太皇太后，我看他老人家对你挺好的呀，知道你爱吃点心，还赏了你一盒桂花糕呢。太皇太后跟你不也重重赏了吴家2公子？但是，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。这个吴三桂啊，是朝廷的心腹大患，朕和太皇太后也是逼不得已的。你又不牵扯政事，也不必别人家头疼，你就跟着犯晕呢。龙小弟，我有一种感觉，平时没人的时候，你在我面前就是我的龙小弟。我觉得我离你特别近，我们很亲近，但是一旦有别人在，你就是皇上，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们2个之间的距离其实好远好远的。其实你说的这种感受，朕明白，但是朕没有办法。身为皇帝，就是不能和任何人太亲近，不能让别人把自己看得太清楚，否则的话，只会被臣子拿捏得死死的。你已经是这个世上离朕最近，把朕看得最清楚的人。那会不会有一天，太皇太后或者是你，因为这个砍了我的脑袋呢？你这个小脑瓜子，天天想什么呢？老咒自己被砍头。放心吧，朕是和你拜过把子的，说好了要同甘共苦，生死与共的。老大，想什么呢？没有，我只是在想，永历作为前明最后一个皇帝，日子一定不好过。他在被平西王绞杀之时，又作何感想呢？还能作何感想？这亡国之君呢，不如丧家之犬。朕看了这些遗物，也很受震动。所以，朕一定要励精图治，造福百姓，绝不重蹈前明的覆辙。龙小弟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能做好的。不过，吴三桂他派人夺走了金钥匙，肯定没安好心，你自己得注意点了。相比于金钥匙的真正下落，朕更在意的是，如何以永历帝为镜，做一个真正的好皇帝。再说了，就算这金钥匙在吴三桂手上，朕也不惧，因为铜匣子在朕的手里，所以他就算凑齐了3把金钥匙，也是没用的。龙小弟，你还不知道你手里的铜匣子其实是假的，也不知道吴三桂抢回去的金钥匙也是假的。真的钥匙已经落在朱哥哥手里了，否则你恐怕会寝食难安的。这把金钥匙是假的。
假的？不会吧，大师傅，你再认真看看。我是不会看错的。千影，你上当了。那就有劳姑娘了。师姐，你会不会被吴应奇那小子给骗了？不可能，吴应奇不知道金钥匙的秘密，他也不知道我接近他是为了金钥匙，所以他不可能放着一把假钥匙等着我去调包啊！你怎么能如此确定呢？四师傅，吴应奇和他爹吴三桂不同，他是个人品端方、有胆有识的谦谦君子。人品端方、有胆有识，还谦谦君子。千影，你对吴三桂的儿子评价挺高的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三师傅，其实樊师姐也没说错，这个吴应奇确实是温文尔雅、多才多艺，而且他一路上特别体恤下人，履行善事，而且面对强敌的时候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懦弱畏惧。其实，说真的，如果他不是吴三桂的儿子，弟子我也是真想和他结交的。哼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吴三桂这种大汉奸，怎么可能教得出这么好的儿子？倩影啊，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你爹说的对，你千万不要被吴应奇那个小子的外表给骗了。爹，在你眼里，女儿就是如此糊涂无用之人吗？你根本就没见过吴应奇。我和叶师弟已经跟他相处整整3个月了，如果换作是易欢的话，你也会这么不相信他的判断吗？倩影，你爹不是这个意思，他只是想提醒你。易欢虽然生性贪玩，不求上进，可是他天资聪颖，绝不会那么容易被敌人的假象给迷惑的。是，易欢什么都比我好，我这个女儿什么都不如易欢。可是爹，你别忘了，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易欢的亲爹是大师傅晋王。倩影，师姐，倩影，这孩子，你以后跟女儿说话就不能温和一点吗？难怪女儿怪你偏心。既然倩影和默生都觉得吴应奇不可能从中做手脚，那只剩下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吴应奇一开始护送的金钥匙就是一把假的。也就是说，真的金钥匙还在吴三桂的手中。没错，吴三桂在朝廷中也广布眼线，他很可能也从鳌拜那里得到了金钥匙的秘密。所以，当朝廷要他上缴永历帝遗物时，他很可能留了个心，把真的金钥匙留了下来，而让吴应奇护送一把假的金钥匙进京。既然金钥匙是假的，那他又何必把他追回来呢？还铤而走险，把山西总兵舒建给杀了。也许他是怕清廷知道金钥匙被调了包，康熙会追问他的欺君之罪，所以他派杀手假扮盗贼，盗走了那把假的金钥匙。舒建命大，虽然受了重伤，但他没有当场毙命，所以他又派石青红去杀人灭口。但他万没有想到，山西巡抚刘德昭也想杀舒建灭口，还派出了义成。义成撞破了石青红要杀舒建的真相，反而让康熙知道了劫杀舒建的是他吴三桂。四师傅、五师傅说的都很有道理。康熙表面上维护吴三桂，其实心里对他很是猜疑。我觉得这倒是我们的一个绝佳的好机会。太子，如今你跟奕欢还有倾城已经完全取得了康熙的信任，你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继续潜伏在紫禁城中，查出鳌拜安插在我们明珠谷的内奸，找到真正的铜匣。好，铜匣是在宫里找到的，也是在宫里被调包的，我们只能继续留在宫里。义父，我会尽最大的努力，找出真的铜匣，查出内奸。默生，吴应奇不是邀请你跟倩影一起去云南吗？真的金钥匙一定还在吴三桂的手中，你就顺势答应他，
跟他一块儿去云南。大师傅，你能不能换个人去啊？为什么要换人呢？你跟倩影搭档的不是很好吗？如果现在突然换人的话，难免吴应奇会起疑心的。这个，弟子上次练功的时候不小心走火入魔受了伤，我想在京城多待几日，等养好了伤，再去执行任务。走火入魔，来，默笙的确曾走火入魔，伤及内脏，至今未愈。而且默笙的肝气郁结，脏腑之中有一股抑郁之气。默笙，你到底有什么心事？为什么好端端的练功时会走火入魔呢？弟子只是不小心受的伤，并无大碍的。来，默笙，让爹看看。来。你干嘛打孩子呀？爹，三师傅都说了我已经走火入魔受了伤，你为什么还要打我？给我闭嘴！你怎么想的我不清楚吗？你必须跟倩影去云南啊！想借机在京城待着，门儿都没有。四师傅，叶师弟内伤未愈，想要留在京城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太子，你别替他求情，他心里藏着大逆不道的心思，我要把他打醒。明章，四师傅，叶师弟的心病我知道，这是我们师兄弟之间的事情，就交给我们自己解决吧。